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敢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负陪伴你，我心爱你到未来，爱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啊！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，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期待。我的阿公已经清水答应，同意咱的婚事啊。是讲，恁阿公已经答应啊？一开始哦，我嘛唔相信，啊，不过伊讲了真坚持，真确定，所以我相信伊唔是咧骗我。是安怎命运要安尼责怪我？假使讲我若卖去了着Jason，那呢我即摆甲明辉，伊就会用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啊。阿弟，我实在亏欠你足多，不过请你相信我，从即马开始，我会用我一生好好来疼惜你，好好爱你。我今日来这，是要重新向你求婚。阿弟，我请你答应我，嫁我好不？多谢你，啊，不过我无法度接受。其实刚我约你出来，就是想要甲你讲，我已经决定要甲Jason做伙啊，而且我已经要结婚啊。不可能，你不是这款的人。咱这了多年的感情，你无可能讲我爱你就爱你。我讲的是真实的。我迄天约你出来，就是要甲你讲这件代志。啊，不过后来，我感觉假使讲我若甲真相甲你讲，你会感觉我足现实的。拄离开你，就甲别人做伙，所以我想想的，也是无去。阿弟，咱做伙行过这么多路，有这么多回忆。我大概拄着足多困难，你拢陪在我身躯边，甲我照顾，甲我帮助。你今日哪会做出这款的决定？以前我确实是安尼，啊，不过实在伤害我伤侪届，伤深伤痛。尤其是恁阿公是怀着收婚来。我哪知倒一天收婚才会停止？而且你根本唔敢甲恁阿公反抗，你是要我等你偌久？是嘞，我实在无法度搁等啊，因为一个查某人的青春有限，加上你这种表现，我哪知我是不是会当甲我一世人样教你？所以我选择Jason。
希望你了解。爱讲起来，你已经准备要离开我，要去叫我别人上。多谢你，多谢你给我讲这么残忍的事实。我本来打算讲我来这，跟你讲这好消息，让你结婚，咱会当重新开始。想到有这款结果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应该行的路。既然你无法度互我想要来的感情，那安尼我嘛袂阁勉强行。要怪，只好怪你家己。是啊，应该怪我，是我毁掉咱的婚姻，是我耽误着你。既然爱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行到这款地步，我嘛无话通讲，也无想要通我挽回。我祝福你。林辉，我也无想要放弃这份感情，不过我真是无法度，想要人叫我一步错，都无法度去回头啊！拜托你原谅我，甲我放袂记。敢会记较早？咱伫海边卖鱼啊，伫路边卖鞋啊，相依为命，风吹雨淋。我当然嘛会记的，迄是我一世人上甜蜜的回忆，我永远拢会记的。秋儿，我即摆要甲你讲的是，我对你的爱，无用时间来减少，颠倒是愈来愈多。我看到你对秋美的包容，对小芬的疼惜，我更加认定我所爱这个人是一个有好女德、温柔体贴的查某人。既然咱相爱无因为时间来减少，咱的谁拢袂用做伙？莫再讲啊！无喏，我要讲，我若是无你，我真正活袂落去，我唔知要安怎。而且即摆秋美已经无伫个，你还阁顾虑啥物？秋儿，咱结婚好无？小玲，妈妈，你是在困？你莫爬起来啊！我做小小芬的，伊是可能伊妈妈即摆无伫伊身边，伊离就想妈妈，妈妈你带我去看小芬好无？小玲，即马真晚，你应该去困啊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是真实的啊！以前我受理时阵，阿姨搁不准我家己见面，有足艰苦的。以前放学的时阵，我偷偷拢伫个棉被内底哭。即马小芬想伊妈妈，一定嘛甲我同款。小玲乖，妈妈先带你去困，明仔载下课以后，妈妈带你去病院看小芬好不？大哥哥，哦，你跟爸爸讲晚安。爸爸晚安。晚安。
来行啦，每日你搞我来上班就对啦。顺姐啊，莫安尼。我甲你讲啊，我今日真正无想去公司啊，要去你家己一人去啦。我真正看袂落来了。但你人班也毋是礼拜，我是酒市去到要副总的。你是咧烦恼啥？烦恼无人通爱你哦。我的心情，你无都了解。我若无都能了解，放下开咧啦。人雅婷即摆心目中，也无你免为这个人啦。要叫别人啊？你是咧搁咧想啥啦？顺姐，你莫管我好无？为着我今日无要去公司啦，我要放轻松哦，就出来底继续啉一寡酒。查某囝要提起放下，唔通真当就特别笑手来解决问题。我等甲每款为情所困的子孙，世间敢真是拢无查某的心，真是无雅婷美艳的心。查某囝应该爱事业为重，安尼才有前途。好啊啦，甲讲道理，啥话要讲？那我做事，你敢做会到？你敢甲我应嘴应舌？我无甲你应嘴应舌。我甲雅婷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不是话煞就煞，你根本不了解，什么叫做感情啦？阿雄，批评甲举来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批评甲举来。老家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明慧这囡仔不守家，我要替伊父母好好甲伊教训。是。明慧，给他走。明慧，慢走！你要不要违背我想？小舅子，我唔是违背你。丢去！想要到连你也敢反背我，你安尼做应该要接受我什么款的惩罚？我知影我做唔对代志，讲爱接受什么处罚，我拢甘愿承受。你不但要接受你自己的惩罚，同时也爱替明慧付出代价。小舅子，请动手。无怪是我从细汉甲你扯大，我这里出力甲你拍，你连目头甲这个都袂甲，我的子孙哪会当参详你安尼，唔知要偌好？
你即摆心情无好，我是惊你一个人窝咧厝内面哦，会黑白乱想啦，毋则会咧拖来。唉，若讲恁这少年咧谈恋爱吼，真正毋是款。倒来。俊杰，来做啊！啊，你毋是伫咧病院照顾小芬，哪会倒来公司？即摆我妈咧顾啊，伊讲阮过后敢无来公司看，爱阮一摆看看咧。哦。明辉，你是安怎？哪遮尔无精神？甲人去报告，公司无事，即个有事。俊杰啊，明辉啊，安怎？什么代志先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。你莫听哦，俊杰就有白讲话啦。我咧黑白讲，真正是大代志啦。啊，顶阵哦，雅婷叫明辉去公园见面，即恁知影，雅婷规暝拢无来。即阵呢，明辉去找雅婷，雅婷安怎甲讲呢？讲伊要甲伊分开，要叫一个叫什么杰森迄个啊。哇，俊杰，莫我讲好哦，即款代志有啥物好宣传的啦？是的，我注意行。明辉，你要去倒？你放心啦，我袂想袂过的。俊杰，家庭要结婚，我哪拢唔知。伊爱的人是明辉，哪有可能叫别人？我哪知，明辉亲自甲我讲就唔对啦。我听真正安尼讲，这一定有原因的。我来甲问看嘛。讲话，这种代志也是我来问啦。我伫卡徛伫查某人的立场，伊会较愿意甲我讲。是我啊。啊，请你来。雅婷，我听讲你甲明辉的代志啊，我甲恁哥哥拢唔相信你讲的话是真实的，到底是安怎？敢会当甲我讲？我甲明辉讲的话拢是真实的，敢有啥物好怀疑的？你无爱明辉啊？你要嫁予 Jason？ 是啊。卡叔，你的决定是真实的，而且是心甘情愿的。是安怎即摆看起来，敢若哭过？好啊，我甲你讲，我是安怎哭？我哭是因为我总算会放弃过去，我哭是因为我总算唔免阁承受明辉予的压力，阁一届阁一届的伤害。我哭是因为我总算会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！你咧讲白差？你是安怎要讲遮违背你家己良心的话？我讲的是真心话啊！我已经对明辉彻底失望啊，所以我决定要放弃伊。雅婷，人甲人的缘分是真珍贵的。你甲明辉毋拄安怎讲，共同行过遮尔侪年，虽然有风风雨雨，也毋过恁拢无分开。即摆伊阿公要接受你啊，你颠倒要甲伊分手。雅婷，你是毋是有啥物苦衷？你敢袂当甲我讲好无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。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雅婷，你是毋是有啥物苦衷？你敢袂当甲我讲好无？多谢你，啊，毋过我是心甘情愿要甲 Jason 做伙。假使讲，若是明辉请你来，那你我要请你甲伊讲，我甲已经无可能啊，叫伊甲我放袂记你。雅婷，莫阁讲啊，
我已经答应这生结婚啊，我袂阁改变。我甲伊阁有约，我要先出来啊。阿春，阮回来哦。奇怪，厝里哪会遮尔安静啊？小芬甲小玲，敢不是应该下课啊？对啊。小飞、小玲，阿公阿妈回来，有炸玩具回来互恁哦。头家娘，恁回来啊？阿春啊，小芬甲小玲呢？哪无看到？头家娘，恁也唔知哦。厝内底一个公司拢出代志啊。小玲，你在遮陪小芬，阿妈来去摕小芬的药啊，你唔通白走哦，吼。阿妈，我知影。小芬，这几天你拢无去读册，就这念册互你听。啊，你较学时阵，你的功课再袂对袂着。我要找妈妈，姐姐，你带我去找妈妈。袂用，小芬，姐姐就是带你去找妈妈，所以你才互相弄着。咱袂用安尼逃走出去，爸爸妈妈会烦恼啊。我要去找妈妈，我即马就要去，我要去找妈妈。袂用，小芬。我要考出店，我要考出店，老姐姐。你的脚受伤，还无好，你要加休困。暂时你袂用叮当，来，姐姐扶你起来。姐姐来啦，姐姐。小芬，你莫哭。小飞、小玲、小飞，你是安怎哈？可是安怎哈？妈妈，我看要袂用叮当。快出来，彩文，阿姐，你回来啊？小芬，安尼在哭哦？阿妈，小芬要去找妈妈，发现家己的脚袂用叮当。小芬，来哈，你的脚是还袂完全好，爱紧休困。等病若好，阿妈来带你去找妈妈。啊，即马乖乖困好无？哈。来，乖乖困好来。你去客客哦，好，乖乖出来。彩文，恁无伫个厝发生遮侪代志的。我知影啦。姐，小芬的脚敢真是会残废？医生都安尼讲，小芬遮细汉，实在是足不甘的。阿姊，阿文华甲秋玉咧，因即摆人伫倒？因伫个公司的啦。迄个黄石虎为着股权的代志，向公司申请什么假扣押。即马秋玉甲文华两个哦，足无用的啦，连秋美吼嘛下落不明，实在。阿姊，我发生这么济代志，咱拢无甲阮讲啊，阮会用两早赶回来啊。我若甲恁讲，代志嘛已经发生啊。我听秋苗伫遐讲，讲迄个黄石虎要找的人是八川甲秋美，所以希望讲恁两个尽量唔要出面啊。上够高调，竟然摕公司股权的代志来威胁咧！啊，伊都明明知伊安尼做袂赢的，佫要来乱啦！连秋美嘛会逼甲下落不明。我看，我莫阁吞论了，我即摆就去找伊。别出来！别出来！别出来！你莫去啦！彩文，若是佫继续安尼落去，这个黄石虎一定会逼甲咱永远不得安宁啦。所以讲，即马上好的办法，就是去直接面对啦。袂用的，你袂用去，你想看卖？秋美的个性这么倔强，伊拢有高张，逼甲下落不明啊！可是讲你若去，我惊。敢讲咱目睭金金，看这个黄石虎一步一步，甲咱逼甲走投无路去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。
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你要做啥？我要找黄长好、黄老先生。请伊入来。请。阿姐，你是来找我要创啥？长公，我今日来是想要求你放过我爸爸甲妹妹，我想要求你放下一切恩怨，唔通阁逼我爸爸甲妹妹啊！小美为着要平息这个温暖，至今已经幸福不明。算讲已经是付出力量这个代价，我会用你原谅伊卖改嫁。也若是恁老爸，我袂当原谅伊。长公，表姑的代志，这么多年来，阮爸爸心肝内一直感觉真亏欠。迄间彩虹阿姨嘛真有诚意，一直想要化解甲表姑之间的过往，也毋过真可惜，因还未完成这个心愿，表姑就过身啊。这一切拢是恁老爸所做成的。再有昆山，你倒转来，为了接援就失去也要经营。再有人利用来蚕食。既然你今仔日来是要替恁老爸来平息这个温暖，情为你认为应该都会安怎化解？会济会海。我想求老的花，是阮爸爸予我的。我的命嘛是阮爸爸予我的。我愿意用我的花来还我爸爸的罪。出去找迄个黄石虎已经这么久啊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。咱小可等一下，有在看吼，伊念伊就转来啊。爸爸，恁拢遐尼烦恼，妈妈是毋是出去足危险的所在？要像秋美阿姨出去都无爱回来啊？小丽，好啊啦，莫后悔讲吼。拢是我唔好啦。当年少年的时阵，我做代志伤过匆忙，今仔日才会带予大家遮尔大的麻烦。袂，我免搁等啦，我爱过来看卖。喂，是，我知影。好，好，多谢你。
是不是有秋了消息？电光照你讲，秋哥出代志啊！出代志啊！我即摆到去找黄就好算消。别川，一定，你免着急啦。秋哥伊安尼做原因，是要化解温怪，才会流回风气啊。也毋过，电光已经叫医生替伊急救啊，无性命危险，你放心。我即摆就过去处理这件代志。我甲你做去。别川，你莫去啦，互文华一个人去就好啊。我感觉目前这个状况看起来，咱是要甲高中见面较好。好了，杨木啊，有任何状况随通知我。我知影。爸爸，我妹妹家里去看妈妈。好了。这个查囡仔真正是会等个人学老，不但是有勇气，也有大智慧，更加会当化木雷为祥和，我一个正大的启示。其实我对伊做的代志也真佩服，因若愿意代父受教，尤其是解决代志的方法，我应该爱加向伊学习。老头家，新文化甲伊查某囝小玲来啊！爸爸，妈妈伫倒位？伊敢会死？妈妈只是受伤尔，无代志啦。那安尼我就好唔心啊。长工，这个严重。伊无代志，加休困一个就好。哎呀，带因去看手脚。是。文华，你转去甲陈碧川讲，有手脚这款查某囝，我真欣赏。妈妈，你清醒啊！妈妈，妈妈，你是安尼？妈妈，医生来看过啊，空嘴嘛挺好啊，伊无代志，敢若需要加休困。多谢你。妈妈，你哪会受伤？为什么你会昏倒？是不是楼下迄个老爷爷甲你害的？秋哥，是的，我无尽到保护你的责任，我无应该让你一个人来，是的。小林，你要倒？我马上回来。来，亚姐，你知我是啥人无？我爸爸妈妈叫你舅公。哦，原来你叫我阿祖好。阿祖好。乖。呀，你今年几岁？我5岁外，你要6岁啊。阿祖，你是好人还是歹人？你用你讲，你看，阿祖是好人啊，歹人？我看你无是歹人，啊，毋过为什么你爱做歹代志？无做咩人有做啥物歹代志？你无做歹代志，啊，毋过为什么你爱伤害阮妈妈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
看你无是歹人，啊，毋过为什么你爱做歹代志？无错袂哪有做啥物歹代志？你无做歹代志，啊，毋过为什么你爱伤害阮妈妈？我做哪有伤害你妈妈啦？是恁妈妈哦，家己来遮要替恁阿公来解决代志。恁阿公哦，伫30多年前伊有做毋对代志。伊无伤害阮妈妈，啊，毋过阮妈妈已经受伤啊。而且阿公做毋对代志，迄是足久以前的代志。你为什么要怪伊？你怪伊是毋是因为你家己从来有妈做过毋对的代志？阿祖，你足厉害的，你从来有妈做过毋对的代志。啊，毋过阮妈妈有甲我讲，大部分的人拢捌做毋对代志，只要伊改，咱应该爱原谅伊。哦，恁妈妈才是安尼讲。我大个毋对的代志，拢会当原谅伊啊。是啊，阮老师嘛有讲哦，啊，只要伊做毋对代志爱改，啊，若是改，咱应该爱原谅伊。哦。阿祖，这是你的佛珠吗？是啊。阮阿妈嘛有珠哦，伊讲用佛珠来量符，就是佛珠是圆的，啊代表圆满，圆满的意思就是甲人有计较。阿祖，大家足美美，阿祖你生活内是毋是一定足快乐的？你向我问阿祖这个问题，阿祖都唔捌去想到咧。以后阿祖再认真想看卖哦。阿祖，我阿公已经知影伊唔对啊。阮妈妈因为阿公做毋对代志，互伊处罚，你是毋是愿意原谅我阿公？阿祖才好好来考虑吼。那呢，我去楼顶陪阮妈妈。哦，小连乖。下个8十个月，逐工安尼伫惨活啦，却是惨袂出阮道的真正道理。连倒都要一个5、6岁囡仔，安尼来甲我客死，实在真见笑。伊甲小芬教甲遐厉害，遐尼无乖，我袂用继续将我的查某孙仔互伊管教。只有手袂伫咧，无一项代志吼有走就办的啦。即起吼真正是水尾大人。你爱我出面去找黄石虎，你明明知伊足分外，我去找伊毋是去送死。只要你若样自我了断，意外混乱，一笔勾销。像你一世人是无法度回头，无法度生活。既然我选择的是一条不归路，那安尼就互我继续行落去。就算讲将来爱我落18层地狱，我嘛袂后悔。你要怪我，要恨我，要欺负我，做恁来，为今日开始，我袂阁忍气吞声，我要反击，我要反抗。恁曾经看我袂起，对付我的人，我一个都袂放恁煞。对我所做的一切，
爱人后悔。Tony，你跟我男朋友讲生理，什么人？你真好奇，莫问遮尔济啊！你就知啊。总裁，你要找人来啊？杰森，这久无见，原来是你，林秋美。你的记忆袂歹嘛？才见过一摆面，你就会记我的名。Tony， 该拍开。这个钱是要给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真优秀的公关的人才，而且你伫经济学这方面的专长。拄啊好是我需要，我有真侪所在爱考虑甲斗相共，希望咱会能好好合作，我袂亏待你的。你欠我这么侪钱，我看这件代志一定无简单。我知影这几年你厝内经济状况毋是真好，而且你对雅婷真痴情。假使你若同意替我办代志，若这箱钱是你的，雅婷的代志我嘛会甲你斗相共。你若是愿意，就伫咧合约顶头签字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助手。合约拄则伫咧路的Tony应该有互你看过，袂，你家己决定。真好。首先，我要你替我办的头一件代志，就是对付陈碧川。秋美失踪半个月尾啊，到即马一点消息拢无，嘛毋知影伊到底是安怎。警方到即马未找到秋美，确实互人真烦恼。虽然有人伫头城附近海边啊看到秋美的出现，啊，毋过无找到人。警方是袂得结案。阿姨，你好。你来啊！我即摆要去病院看小芬，你敢要做来？好啊，我嘛真久无看到小芬，咱做伙去。歹势哦。喂，俊杰，啊？有即款的代志？好，我马上过去吼。是安怎？公司有代志哦？俊杰敲电话讲，看到电脑顶面有人大量买收咱的股票，真无正常。哪安尼？哇，那就见面了。
知是安怎，今仔早起一开盘，就有人咧抢咱公司的股票，而且看这大盘的走势是针对咱来的。大概，咱就差着对一本来资金，大量咧收买咱公司的股票，其他拢查袂出来啊。那安尼哈，咱公司的股票一直咧落，而且落个真严重呢。这下就懵，一定是有人大量会放空咱公司的股票啦。这要安怎？要对公司的形象会有真大影响。哎，即摆如果遮尔厉害，我就要收盘啦。若是关了落，明仔载一定会继续落的。小耀，你关于大量资金，关于报一个，绝对袂用互继续落。公司有人假口啊，资金无法度调动，咱会当用的现金，恐惊无偌济。啊，你是要安怎？我想讲，对别所在调。俊杰，咱先回去办公室，想看卖，较有其他的方式来调动资金。好啊，来。你出，安尼吼，我嘛来去财务部，叫你查看卖，这到底是安怎？紧去，紧去。一定，你看。何氏小姐，我来去入一个滚水的。看这个盘势啊，实在真奇怪。日本的资金是啥物人？是安怎会针对咱？喂，妈，什么？小芬无去啊？哪会安尼啦？我去入一个小滚水，嘛一年的时间尔，小芬都无去啊。阿姐，小芬都无去啊？我嘛唔知影，我就出去入小滚水，啊，倒来是小芬都无去啊。我本来也做讲是护士小姐，甲带去做检查，后尾我问护士小姐，才知影讲小芬确定是拍无去的。小芬的脚受伤啊，伊无可能家己行，一定是有人甲带走。你啥物人有小芬跑走去？妈讲，才一个时间尔，囡仔就无去啊。敢讲迄个人早就伫等机会要将小芬抱走？哎呀，这个代志用脚头我想就知影啦，摆面甲黄石好有关系。甲我阿公有关系。咱公司的股票大起大落，而且拢是日本的资金咧变鬼变怪。即摆小芬阁失踪去，我想真有可能啊，这是高林要对付咱另外一步棋啦。假使是我讲做的，我一定想办法阻止伊。我即摆来去找伊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美丽。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美。